后来继续来到南投的埔里，最近有袂少的乡亲报案，讲因为出车祸，因甲机车停伫咧路边，结果倒来要牵车，车煞无去，警方开始来追查，发现是一个非法的印尼籍的移工，专门偷牵各种无法度刷动的机车，改装了后卖互伊的共乡的，一台是卖1万块到3万块不等。这警方当场查扣到机车3台，甲假造的车牌4台。一台乌托邦相在停伫路口咧等车顶，驶来4台警用乌托邦前后的夹攻，远警赶紧将这个骑乌托邦人诱落车，一个后壁这个先机想要杀开远警，远警是真无简单，才将这个骑乌托邦人压制在地，因为这个骑乌托邦人专门偷牵车。掠人地点伫南投的埔里，警方接到民众报案，发生车祸的事故车未发，暂时停伫路边，想不到过无几工尔，就发现车祸偷牵去啊！我专心于我们了，我赶紧结束。不是谁的？其实我们已经做好。警方一个调监视器比对，发现嫌犯是印尼籍的查甫人，专门偷牵路边交通的事故车去改装，结果呢挂无同款的车牌，和警方掠闻。本分局破获一起为籍工组成的窃车集团，专偷路边事故机车，并私设拆解工厂改装贩售。目前已逮捕主嫌，并查扣赃车，全案持续追查中。依照警方调查，主嫌26岁印尼籍的查甫人是过期停留的外籍移工，伊细厝的所在煞变成非法乌托邦的台马工厂，内底有偷牵来乌托邦甲改装的技师，每一台改过的车是以1万到3万块不等计价，转卖予同款是非法居留的印尼籍的移工。警方当场查扣3台查拉车甲4面假车牌，专案依照窃盗、伪造文书甲违反入出国移民法等罪嫌移送侦办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